南投縣埔里鎮的鐵塔步道啊，來看規排小蘭木，這看起來非常的水。但是你看這叢，煞去用故意啊來搭北皮一箍皮，煞當扭掉伊啊，安尼可能無偌久啊，這樹啊就會死去啊。互人挑工北皮部分已經用土補起哩，希望挽救小蘭樹的性命。埔里鎮鐵塔步道2欉樹齡20幾年的小蘭，互人挑工切掉樹皮，民眾就懷疑這應該是有人要偷採樹花。迄就一工啊，記一撮，可能嘛驚人看。哦，攏暗時啊，可能偷偷來記。鐵塔步道沿路小蘭樹花是地方地心的民眾和地主做伙種的，將做優美的景致。林保署南投分署講，樹仔叫北皮了，就可能袂活。民眾建議相關單位加到監視器來抓。樹木所在的地是私有土地啦，所以會請地主如果需要對於他自己的財產有需要追究的話，會協助他進行報案。埔里鎮公所就呼籲民眾共同守護珍貴的樹花，若看到有人在偷採樹花，趕緊通報相關單位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